你知道吗？面试的离职原因可能有80%的人都回答错误。怎么了？我感觉我这次面试又黄了啦。哎，你不觉得每次面试被问离职原因都很难回答吗？工作上岸，没错，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而且大概有80%的人都会回答错误。不然你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我就说之前的主管很情绪化啊，真的没有办法沟通才离职的哇，你这样讲，人资直接心理扣分哈，有这么糟糕哦？其实有更好的说法啦，人资除了想了解你的离职原因，一方面也是在测验你的 EQ 和你会不会说话。是哦，那我到底要怎么说比较好？你可以这样说：上一份工作我已经做得很稳定了，只是后期的工作一直在重复，我想要挑战自己，看能不能再学到其他的技能。这样的回答既不会抱怨前公司，又可以展现你懂得自我成长。记得哦，离职原因是要展现自我成长的心态，而不是单纯的抱怨。关注我，让你工作早日上岸。求职求财找外通，能力银行不缺工，0800600885。